文文9月就入學啦，點樣做中央登記啊？每年1月，教青局嘅幼兒首次入學中央登記措施就會開始。首先係教青局嘅網頁瀏覽學校嘅入學資訊，仲要準備好幼兒合規格嘅相片電子檔，相片規格可以參考網頁資料嘅樣式。然後喺指定期間選用子女嘅一戶通或者教青局網頁嘅一般登入進行中央登記。每名幼兒最多選擇6所本澳學校同1所橫琴澳門子弟學校。倘以一般登入進行登記，記得要按身份證明文件輸入基本資料，並上載幼兒合規格近照。按已選擇嘅學校輸入登記資料，完成登記之後24小時之內就可以獲得手機短信確認登記。太好啦，原來咁方便就可以完成。如果唔習慣使用互聯網或者有問題，可以到教青局嘅櫃台辦理中央登記。如果想仔細了解，可瀏覽教青局網頁、微信賬號等資訊。快啲關注教青局微信賬號，以獲取最新資訊啦！